是咱大家安静心来陪伴今仔日礼拜。各位兄弟平安。咱这时咱今仔日的聚会要开始啊，请走啊。上帝啊，求你甲我创造清气的心，互我的内面有换心正直的心，毋通赶我，互我离开你的面，毋通对我收回你的圣神。求你互我遥远得到你救恩的快乐，手使我有自由的心来服侍我。我就将你的道路。只是有假势的人，有做的人就开伊要归顺你。上帝啊，你是救我的上帝，求你救我脱离害人的罪。我的字要大声吟诗学罗你的意。主啊，求你开我的嘴唇，我的嘴就要播扬你的好名声。这是咱三家来吟诗，
圣诗第181首，同心学路天悲。请起立。同心学路天悲，主人敬我上帝，天堂明明无穷无尽，照顾天顶地，学路耶稣尊名，上帝都是。小人罪过，替人放下性命，学路上帝信心，冠冕光华万民，对天降临良人的心，好人挂顾我心。三位一体，每家信心上帝，只存知道万物主宰，学路到万万世。这时，请大家由原徛伫。咱做伙来念使徒圣经，告别咱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西鲁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拉多任内受苦，顶14个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打罪全能爸上帝的大兵，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相通，罪赦免，肉体国活，生安活命。阿门。请坐。咱三甲来启文第49篇，都是以赛亚书55章。来，喙焦的人照水，散车人嘛来买酒，来买面，毋免钱嘛毋免运。恁若摕着开钱来买卖食的面，若着劳苦赚的钱买嘛。恁注意听我讲，就有好面通食。趁找着上主的时，就来找伊；趁伊讲话的时，就来求伊。歹人得着离开邪恶的路，不义人着放下因的计谋，着归向上主伊要怜悯，着因为伊要上主讲，我想法毋是恁的想法，恁的道路毋是我的。天比地加较悬。我的道路比恁的路嘛加遐悬，我的想法比恁嘛加遐悬。互角色对天降落，无过倒转，要囤地的土地，互我个土院大长，要互野种的有种子，互人对我的喙讲出的话嘛，会安尼。
我的话要完成我的计划，我的话。恁会欢欢喜喜离开，平平安安到厝。大山小山会唱歌赢架。已经有志气的所在会发出香白，有车市的所在会发射柳。这要做纪念上主的证据。要做永久无变的记号，这是原来三个祈祷。请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逐日阮拢爱献上阮的感谢，因为阮知你是阮的救主，伫阮的每日生活当中。你时时看顾阮，保护阮，互阮得到最的帮助。若毋是你的话语，确实阮袂会做啥物。伫遮，阮阁有缘爱感谢的，就是伫即礼拜，伫教会咱的下季学校的生活营，有侪少年人参与伫当中。因努力付出，参与伫遮来服侍遮的小朋友。因学着要服侍人，就爱为心，爱献上。虽然几日来因的准备有侪所在也袂好势，但是阮感谢你伫阮当中一直帮助阮。有天使侪人兄弟来到阮的当中，来关心、来帮助、来互阮搁较侪快乐伫咱的服侍顶面。今仔日是阮有呈现的所在时阵，阮要将这一切献上伫主的面前，求你来教示阮伫我的一日，阮会当做甚物？阮会当看到这信仰，确实是一个真好的信仰。咱愿意将这个好消息来介绍，搁较侪人来熟悉，认捌主你，求你来保守，互阮每一人有一个正直的心、清洁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将你的话语放伫阮的心肝头，互阮知。阮爱仰望你，阮爱敬拜你，阮一切要交托伫你的手中。阮安尼切恳求，完全是奉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圣经，今仔日圣经节是马太福音第13章。第1节到第9节，搁第所在是18节到23节。我来读。当迄日，耶稣对厝内出去，坐伫海边，有侪人坐坐伫群外伊，就到伊就船内坐。规定的人拢我个伫欢里。就安尼用侪项说比喻，互因讲：你看，有夜静者出去夜静，也会是有诶甲老伫路边，背鸟到一前食伊；有诶甲老伫石坑内底土浅诶位，因为土不清，就发紧。若是日子暴击，因为无军队可打，也有家老伫刺仔内，刺仔发起，也被伊有诶家老伫好诶土地，加实有诶100倍，有诶60倍，有诶30倍，有耳孔诶就听。
18集到23集。打这个夜景节的比喻，你着听。既若听天国的道理，也无晓悟的，迄个歹的就到，将所压伫伊的心会抢去。这是压伫路边的，压伫石价的地，这是人听道理，连篇欢喜承受伊，总是内面有菌，不过是暂时拿定。到为着道理，拄着患难困着，里边着读，也伫起仔内的这人听道理，也世间的挂虑，钱财的迷惑，食白这个道理，就无结实。也伫好土地，这人听道理来晓悟，伊实在结实所结的，有的100倍，有的60倍，有的30倍。愿上帝听伊话，搁去行的人，这时咱要请圣歌队来学乐。学乐的诗歌是耶稣是我所有一切。
今仔牧师会讲到题目，传福音的前甲后。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伫分享大声，咱搁一摆做伙来感谢。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互阮通过礼拜享受伫你的恩典内面。感谢主，你也将你的话授予互阮，成做阮生命的帮助。恳求圣神，你照你的意思自由运行，授予互阮各人无共款的亮光，成做阮的帮助。阮将以下的时间全然交托伫你。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想要成做好的领导者，你就应该爱先学会晓，互人领导。这是我20岁当兵的时，准备受训，要升下士来担任班长正前，有一个学长发问我的话：你要成做一个好的领导者，你得先学会晓互人领导。后来我知影讲，这是一位以色列的物理学家，上时也是一位企业管理的大师，伊的名号做伊利亚布·罗德雷兹。伊伫一本的著作内底所讲即句话：你要成做好的领导者，先学会晓互人领导。即句话，互我帮助真大。也伫互我人生学习的过程中间，会当用更较侪的角度来思考更较侪的代志。其实，即句话若是运用伫咱信仰的学习，嘛是真适合。相反，对咱的教会来讲，咱讲咱要传福音，总是福音伫咱的教会所产生的影响。所产生互咱的帮助是啥物？咱每一个人拢讲要跟对主耶稣，总是咱讲真正有互耶稣来引带。咱要传福音，总是福音对咱有啥物款的改变甲帮助。伫今仔日的经文内底，马太伊记载讲，众人去到海边仔，聚集耶稣遐。总是马太伊并无说明讲，即群人的组成是啥物款人，以及伊要去找耶稣的目的是啥物。不过，咱会当对经文内底耶稣的反应来看到讲，即群人是健康的，即群人是健康的，无需要耶稣任何的医治。甚至咱要看起讲，耶稣的反应，亲像无啥想要接近即群人。不大想要接近这群人，也无想要甲因有任何的互动，保持一个距离。耶稣用伊的行动来表明即群人并无好意，并无好意。海也是讲湖，对犹太人来讲是危险的，是恐怖的所在，是活人甲死人的交界。因为伫犹太人的宇宙观内底。灵魂是通过海的深渊去到伫阴间，相共款，所有的鬼魂、妖魔鬼怪，嘛是通过海的深渊去来到活人的所在。那呢，咱对经文内底的描写，以及咱脑海内底的想象，耶稣徛伫船顶，伊甲众人中间隔一个海的即个空间。其实，伊要来表明一件代志，伊要来表达伊的处境，伊一定是徛伫一个危险的所在。对迄时开始，伊无阁有安全的所在会当徛起。耶稣的行动，若是对属灵的语言来看，所要表达的是上帝幽歌。第三日对世人中搁活了后，即个搁活的盼望。甲有转移的人是无关系的，因为遮个人并无亲像耶稣的学生相共款，捌甲耶稣做伙一船顶来做伙面对危险的经验。咱敢会
咱敢会记得讲，耶稣学生捌甲耶稣做伙一船顶拄过大风大影，总是遮人并无甲耶稣的学生相共款，有安尼经验。所以简单讲，毋是共一台船顶，不是同一艘船上。所以马太照咱今仔日的经文13章第1节，马太特别强调讲，那一日，迄一日，因为对迄一日开始，迄个时开始，耶稣就甲无信的人无关系。因为传讲天国福音，耶稣面对群众，伊开始只有讲比如，伊只有面对学生的时阵，才有要来解说互清楚。因为耶稣伊真知影，反正恁若无要听我的天国福音，恁阁何必来甲我问？恁无承认我是基督的身份，恁阁何必来看？若是我所行的福音，恁就无要相信。安尼恁才会明白行的福音的意义是啥物？安尼恁到底是就问我要来创啥？咱当按头前看头前几章，咱当知影讲，当耶稣伊分派伊的学生出去传福音了后，伊开始就来单独面对法利赛人甲经学士的即个冲突。耶稣若亲像知影讲，开始有人要找伊麻烦相共款，所以伊就赶紧将门徒派互出去，互因去传福音。因正家己来面对冲突，所以某一个程度，耶稣的学生真正毋知影因的老师发生啥物代志，因嘛毋知影讲啥耶稣开始对众人拢无要明明讲，只有要讲比如。其实耶稣的目的是要甲伊的学生甲有专业的人做一个分别。若是要针对伊，针对耶稣脚步来行的人，耶稣伊就明明来教示、解说互因听。总是若是无要听、无要信，也无要意耶稣任何的生业、行动的人，耶稣也用废话来甲因回应。这毋是讲咱的圣经记载废话，嘛毋是讲耶稣咧讲废话。咱是讲耶稣咧讲，比如对因遮的人来讲，那亲像咧讲废话。因为当时的社会结构是农业的社会，是农业社会、务农的社会，所以有啥毋知影讲做菜的代志，逐个人拢知影做菜的代志。有啥人毋知影讲夜整子，也是路边会去互鸡鸟食去？恁敢知影即个道理？夜整子你若赢伫路边会去互鸟仔食去，咱敢知影？恁敢忝头，甲我应一下好无？知影嘛对无？啊，恁是做食人、做菜的人嘛？毋是恁着知影嘛对无？啊，也是佚佗，也是石头地，因为根本无生根，日头一个晒着高大。恁敢知安尼代志？知。恁嘛知嘛？啊，啥毋知影讲，也是刺皮内底，因为刺皮生脱真紧，伊的刺会将即个种子的即个芽来甲吸无死。恁嘛知影即个代志嘛？对无？对。所以咱嘛知影讲，种子也是好土地，伊当然会大长，会收成结果子，这拢是咱知影代志对无？咱都毋是正常的人，咱嘛知影这个道理啊。独独一件代志，是互群众较无法度想象的，因为伊即个巴勒斯坦，就是以色列迄个所在的气候，也是讲土质来看，其实做菜的人要收成，更加是5倍，搁较济是到10倍呢。不过，即个5倍到10倍，即个正常的情形下，耶稣头仔讲几倍？100倍，啊，倒来咧，60倍、30倍，这是群众所无法度来想象的。而且耶稣都是对几倍开始讲，100倍啊开始减少嘛，60倍、30倍，意思是啥物？
意思是讲，你的经济若是业绩好土地话，至少会当收成几倍？30倍嘛，最至少嘛，上至少嘛。不过，咱对即个无正常的修行来看的话，耶稣讲真正是咧讲做贼的代志。有耳孔的就听，有耳孔的就听。耶稣真正咧讲的，并不是实际的耳孔。耶稣真正讲的是一个属灵的耳孔。你讲耳孔，送无耳孔，咱若是无臭耳人，拢听会到，对无？啊，是啊，耶稣在要讲遮尔正常的代志，有耳孔就听，送听袂到。耶稣真正讲的就是属灵的耳孔，只有属灵的耳孔的人才听有。平常时咱的正做经过到10杯，耶稣伊讲，既然会当到100杯，那安尼到底是啥物有法度心中遐尔大，经过遐尔济？遮尔无可能的代志是要安来发生？到底有之水有法度，互伊来完成？我想，这只有互耶稣派出去传福音的学生，才有法度来了解，即个100杯、60杯、30杯的修行，讲的是啥物？简单讲，只有真正跟对耶稣受派出去传福音的这学生，因才有属灵的耳孔来听，因才有属灵的目睭来看，因才会明白因的目前所发生的代志是啥物款的意义。咱看去讲，耶稣伊先甲遮的群众保持一个距离，然后向因讲即个做事人业政治的比喻，总是敢有甲解说？无解说。最后佫讲一句理所当然的代志：有耳孔的就听。其实自头到尾，耶稣根本无拍算甲因有啥物款的接触，也是互动，嘛无拍算要加讲啥。当耶稣的学生出去传福音的时，耶稣趁伊的学生无伫的时，伊对众人讲：即群出去传福音的人，就是伊是上帝国的亲人，是伊的兄弟姊妹，是伊的母亲。因即群学生，因有实行天父上帝的旨意，就是相信耶稣，跟对耶稣出去传福音。当即群甲耶稣做伙，一尊顶拄过大风大雨的学生，伊有资格也有能力来明白天国的道理，因为伊愿意甲耶稣做伙来面对挑战、冲突甲危险。这个业政治的比喻，对遮个当传福音转来的学生，其实是拄好需要，因为因出去传福音，一定有拄到济状况甲回应，所以耶稣拍算通过解说这个比喻，互学生知影讲因家己的处境，以及出去传福音原底就会拄到的代志。咱要继续来看耶稣解说互伊学生的这个比喻。咱大先来看，业政治也是奴隶，去互陪照借去。这第一个是咧讲啥？第一个是咧讲心硬的人，心硬的人，因为经济根本就无业伫土内底嘛，拢是业伫路边嘛。安尼的人是对一开始就无拍算要来听福音的人。安尼的人因为人的外表来决定讲，敢有要听伊传福音，讲天国的这个信息。尤其法利赛人、经学士，特别是安尼心硬的人。咱知影讲，行洗的约翰、耶稣以及伊的学生，因拢无啥物款的社会地位，他们也不是名门出身，因毋捌去互有名的老师教过。因毋是有名老师的学生，佮加上顶礼拜我有讲过，因的生活方式真无法度互人认同，所以耶稣要互伊学生知影讲，毋是所有的人来到你的面头前，
因拢真正要来听你讲福音，因拢毋是真正要来听天国的信息。兼在因来到你的面头前，有别种的目的。第二个，耶稣继续解说，将经济压伫前途，也是石头地。即种人是咧讲啥物？即种人是咧讲，因真紧的接受，总是真紧的放弃的人。国语讲来得快，然后呢，去得也快。就亲像亚经济亚伫前途，真紧就看到结果，看到布价，按顶面布价，总是拢无生根，只有向上发芽，没有向下扎根。所以日头一个出，真紧拍落去就安那，就高大去，就高大去。这对出去传经济的人，就是即群出去传福音的门徒来讲，因绝对会拄到一下就接受福音的人，因一讲就马上要接受。总是因为当门徒开始讲恁即个天国，绝对会拄到侪侪要求、挑战、冲突甲困难的时，有的人听到后壁就安那，就放弃。安尼的人是一开始。只有看到天国的福分，天国所应允的福分，总是却无想要来面对天国的要求，以及要付出的这个代价。安尼人只是表面上要接受福音，只是要得到祝福，总是无互福音伫伊的心内来生根，互因产生行动来跟对主耶稣。一个第二种的情形。耶稣要互伊的学生知影一件代志，莫因为恁出去传福音，看到人真紧就接受，恁就只欢喜；嘛莫因为看到人放弃信仰，恁就挫折，就累积。恁若是确实恁所传的福音，恁所赢的是好的经济，那安尼，这甲赢的人无关系，是甲听的人有关系。第三个，耶稣继续来解说，啥物货是压伫气皮内底？压伫气皮内底经济，这是咧讲，安尼的人，伊是真正接受福音，伊真正接受咧跟对主耶稣，总是暂时也无法度放落世间的好处。安尼的人，伊是接受福音的，伊真正要过对耶稣。总是暂时，伊嘛对世间的好处无法度放落。安尼经济压落去，确实有布价，确实无生根，总是无法度大赚来结止。安尼人总是有一堆理由借口，表面上若亲像要跟对主耶稣，不过拢无法度看到成长、进步。较好的发展，因为天国的要求、甲俗世的期待，伫安尼人心内底只烧扣。天国的价值观、甲俗世的价值观，嘛是安尼人内底即争战、烧扣只争战。总是安尼人最后犹原是选择即个世间的利益甲好处。耶稣用气皮来比喻即个生活的挂虑，甲资财的秘密，毋是无原因的。因为气皮的细粒力，甲伊生大的速度，拢非常的紧，拢非常的紧，无法度一下来甲剪除，也是挖互清气。其实咱会当来问做菜的人，因要来除遮个杂草，敢真正有遐简单？有当时啊，剪除挖了，想讲挖清气啊，总是过一下安那，杂草倒安那，倒发出来，倒发出来。所以做事人想讲除清气啊，挖清气啊，一下无注意，就搁发出来，影响到原底要种植的这个农产品。耶稣要互伊的学生知影讲，有的人伊原本就是含乐伫即个生活的即个挂虑以及资财的即个利息的内底。虽然因听到福音，
因真正要接受。讲到要军队主耶稣，伊嘛真正接受要军队主耶稣。总是安尼人，到最后永远是倒去伫原本的生活。有时阵，安尼人嘛会表现出讲，因真正即追求。总是因嘛家己会感觉讲，是安那因一定无法度成长、改变、到进步的发展。最后，耶稣倒来解说讲，啥物话是亚利好的土地？亚利好的土地，讲的是听到福音，马上就明白接受福音，而且会当产生行动，军队主耶稣做伙来传福音。其实，耶稣一只所讲的好的土地，伊所讲的就是伊所派出去传福音的学生。耶稣伊捌讲过，伊伫世间的学生，就是伊伫天国的亲人，是伊的兄弟姊妹。因为因即群学生是实实在在有实行天父上帝的旨意，因有接受福音，军队耶稣，因的性命有改变，伊愿意受洗派出去传福音。不过，咱知影讲，即个比喻的解说是按学生讲的，所以耶稣并毋是要一只讹落伊的学生，耶稣无意思要一只讹落伊的学生，伊反倒是要互即群出去传福音，转来学生知影讲，因出去传福音原本就会拄着的代志。另外，耶稣嘛爱伊的学生知影讲，爱将时间、精神甲体力用伫啥物所在。当然，就亲像咱做菜相共款，咱夜政治，咱来管压，总是咱刚需要开时间去观察，是生了好啊好，敢有需要时间？有，都需要时间。而且耶稣一只所讲的修行，伊讲的这个修行是生命的改变甲成长。耶稣讲的修行是生命的改变甲成长。毋是人数的增加，因为耶稣所讲的即个果实是属灵的果实。耶稣爱伊的学生，要伊的是生命的改变甲成长。即个种子若是亚利好土地，耶稣讲有几倍？几倍？100倍、60倍、到30倍。这讲的是天国的信息。一人的生命内底，到底有引起偌济的改变？到底天国的信息，互咱的生命改变有偌济？互咱的生命成长有偌济？以及伫咱的生命内底所产生的好的行为、良善的念头有偌济？上重要的是，咱到底亲像耶稣有偌济？我们有没有越来越像耶稣的样式？今仔日，咱对经文来看到，当耶稣面对愈来愈侪人拒绝伊、攻击伊的时，伊就来就起你尊顶，用安尼行动来表明，伊伫学生甲正人中间的立场是啥物？耶稣的学生是伊的亲人。是伊传福音的同伴，因为因有听到福音，照耶稣的款式安尼来行。那安尼拒绝耶稣的人呢？拒绝耶稣的人呢？拒绝耶稣的人其实有真济，拢是带着因个人的需要甲欲望来亲近耶稣，甚至会亲像法利赛人甲这个经学书相共款。找空找芳，要来陷害耶稣。面对天国的信息，耶稣按这个无好意的群众，伊只有讲比如，无要解说，因为耶稣根本就无打算按因启示啥物，因为因接近耶稣目的一开始就无正确。总是面对学生，耶稣就直接来解说这个比如的意思是啥物。因为伊毋茫互因的学生知影讲，即个比如后面要启示的，即个学生因的生命拢有得到改变，而且愿意学习耶稣的款式，
所以出去传福音。所以当这个学生传福音回来时，耶稣要通过解说这个比喻来安慰因，来劝勉因，鼓励因，嘛甲因提醒讲：恁出去传福音，原底就拄着安尼的状况。恁互人拒绝，你传福音传了，人无任何的反应，毋通伤挫折，毋免累钱。啊，若是有人听到恁传的福音，马上就接受，恁嘛毋通安那伤欢喜，因为这样需要时间来证明。今仔日咱的教会讲要传福音，总是咱的性命，敢有大成互福音的信息来改变咱，互咱成长。咱有大成互主耶稣基督，成做咱性命的主无？咱敢有听耶稣的话来学习伊的款式？咱讲咱要军队主耶稣，总是咱敢有军队耶稣的引带？咱若无互耶稣引带，咱是要按人来分享咱性命的改变。咱若是将来无徛伫耶稣的立场来想传福音的代志，那安尼，咱是要确定讲，咱做的是对，也是毋对。咱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通过今仔日你的话，就是主耶稣基督，按伊的学生所解说即个比喻的意思。主上帝，堂教会愿意成做一间传福音的教会，总是主，伫即个进程，阮嘛愿意承服福音的信息，来承服阮的性命得到成长甲改变。主上帝，阮愿意引带愈较侪人来跟对主耶稣。总是主，恳求你的信心帮助阮，互阮大成先会晓跟对主耶稣。主上帝，阮拢毋望即个社会愈来愈侪人听耶稣讲话。总是天父上帝，恳求你的信心帮助阮，先互阮学习会当听耶稣的话。愿主耶稣，你亲自来引带阮。愿主耶稣，你真正甲阮当作是你的学生相共款，无甲阮放弃，继续甲阮培养，继续陪伴阮，继续来责备阮、劝勉阮，愈来愈亲像你的款式。主上帝恳求你听阮的祈祷，也怜悯阮过去做无教业的所在。愿你的神继续来引带阮，互阮堂教会愈来愈活出主耶稣基督的款式，通好按即个社区、社会来传福音。愿安尼按你祈祷恳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是咱过来三个吟诗第498首，主的福音真道理。请起立应全首。在天边所
遮济，这是咱来奉献，请简称刘廷圭两位执事来示献。这是咱来先读今仔日的经句。若是恁的目睭有福气，因为伊看见；你的耳孔有福气，因为伊听见。马太福音13章16节，请。若是恁的有福气，因为你看见；你的耳孔有福气，因为伊听见。马太福音13章16节，若是恁的目睭有福气，因为你看见；你的耳孔有福气，因为你听见。马太福音13章16节。咱来看咱的周报。周报第1页，本周侍奉甲后周侍奉的人员，请咱大家来注意。周间的聚会，遮有妈妈合唱团、少年团契、甲祈祷会、甲妇女团契、夫妇团契、社青、下青少年团契、信乐队、倒球社、甲社区花艺班。伫遮有真重要，就是今仔日下晡夫妇团契，第下晡咱伫701。遮有一个新领导灵命的修炼，是由陈建州执事伊来专讲。那请咱的会友，咱拨时间来参与。遮还佫有咱受洗班甲晋升课程，嘛请咱大家愿来参与。受洗班，若是你有感动，还未受洗的朋友，咱的兄弟，你会当去到办公室遐登记，来看时间才来上课。主日学，遮有国小班、幼儿班、幼儿班、国中班、师范班、成人班，遮的课程，咱大家来注意。
教会小组聚会，才有做更改是大有区遮吼。原本是阿晴姐因厝的，即马改陈建州因兜吼。伫阮中正区遮吼，黄文正原本伫新眼光2楼，改在701。咱的大岛事项有侪伫遮嘛，请大家来关心。你就知影，咱的兄弟伫特区内底，因兜也是伊本人有啥物欠缺较需要，咱来关心。第7页有奉献，遮有奉献，那请大家来注意看。若是有错误的所在，请恁来向咱的中介来反映，来更正。消息报告：伫下晡12点半的701有会议室有教育部的会议，请咱的部员来出席。下晡点半伫705的行政部遮嘛有一个行政部的部会，嘛请咱的部员甲办公室遮的干事人员来参与。澳洲7月23日7月23，咱的主日是邀请到更生团契的牧师是陈北雄牧师，伊代表伊更生团契来遮来请安报告，咱来为伊来代祷，来为伊奉献。澳洲嘛有传道部为着圣诞节，伫中昼12点，伫701的教室来召开部员会议。关怀系列7月23，伫遮嘛有一个705的讲座，就是请一个淡水马街的岳母潘美惠牧师来主讲，伊的题目是关怀探访的技巧。请咱兄弟为着咱关怀100系列好，咱要做啥物，咱会当做啥物，请大家来参与。过来是7月29下晡3点，伫701会议室要召开教会发展委员会，请咱遮的委员人员来参加。小会遮嘛有报告，就是咱伫4楼的公墓那遮有看咱的会友在接出外遮的名单，若是有要更正错误的所在，请你去到遐4楼后壁遐摕笔来写，注明。过来，咱的团契嘛，陆陆续续要改选咱的会长，遮拢有间选的人员，请咱的团契尽量伫合节的伫7月底之前就改选完成，其他的团契伫9月底来完成。教会消息，则有主日学师资班的培训训练班，有2批。头一批是8月初5到10日，第二批是8月19到日。咱拢是拜六来上课，为着互咱在座的兄弟，你若是愿意投身伫咱的主日学，请你来上课。因为阮看重咱主日学遮所有一切囡仔的教育，需要恁来参与。遮个课程伫第9页遮有若是完成阮的师范班的班主任韦明长老伊有设一个奖励伫遮，恁家己来看。8月日有平安喜悦音乐会。你若是有买票，也是要参与的，邀请朋友的，嘛请你到办公室来遮登记，也是往你的区的区长来登记。有海报，想要搭海报的，嘛是会使去到办公室来领取遐有海报会使搭。教界消息：7月18，庆中长老要前往参加北大阿卡小组的会议，请伊为伊来代祷。其他咱有妇女、甲青年、
也是有上年遮的活动，大家来看。若是恁毋知影，会使问恁的会长来问看卖，讲当时有出外也要参加，这拢是会当的。好，以上我的报告。即马呢，就是要将咱即礼拜下季学校夏令营所有的一切活动，要做一个呈现。阮的老师甲阮的小朋友拢传好啊！即马请因来出场。好，即马出场的是阮即届夏季学校生活营的营长尤俊祥。喂，好，往前站中间。大家好，我是今年夏季学校的营长。那现在这个时间呢，是我们夏季换一支。还是不行。那现在这个时间呢，是我们夏季学校的呈现的时间。那会先放一个影片带给大家。那这个影片记录了这整个礼拜的酸甜苦辣，全部都在里面。那请大家拭目以待。小朋友即个活动，咱拢踮伫咱的6楼副堂底下活动，因为咱51个小朋友甲参与老师12位拢踮伫遐，所以咱的空间也阁真宽。所以遮有看到遮的囡仔拢是国小1年到6年遮的囡仔来参与伫内底。这是团喊队呼，各小队的队呼。这队是培根奶油队。这是1世代队。火箭队。用我们的力量消灭敌人。火箭队得第一。这队是 Rock Fish Ball。这是创啥呢？这是要咱 DIY 的时间，所以大家拢点嘛是有缘点去6楼，你看大家拢小朋友都要帮忙搬东西。这是阮在座的刘老师、刘先觉老师跟郑惠梅老师，引教咱儿童童军的一些活动，唱汉跳，还有打绳结。老师的童军歌曲。咱这回老师差不多都是国中跟高中的孩子，所以我们没有大学的孩子在里面。你看
少年虽然少年，但是因将伊的快乐、因的地位拢摕出来。这个呢是我们的今年的主题曲。来，我们记得哦，笑容哦，不要忘记哦。这回所参与的这囡仔，有一部分是咱教会主义的囡仔，有一部分是冠飞老师伊介绍的囡仔，啊，也佫有是别位依就咱的教会的网站去网站报名上来的小朋友。囡仔伫营会生活后，我有邀请因的家长甲因来参加咱的主日的礼拜，所以今麦出现的大概就是会出席的小朋友了，还有他们的家长坐在前面。是都咱今年设计 DIY 美食哈，还有画作 DIY 啊，感谢这行政同工的老师想了很多 DIY， 让小朋友能够来做一些不同的东西啊。
果你们对我们这次夏季学校营会的一些照片和录影，可以上我们教会的网站去搜寻。我们这次的美食 DIY 有做麻糬，有做汤圆、寿司、沙拉，小朋友都觉得很有成就感，所以他们做完之后，自己都先检查自己的作品，觉得很好吃，所以这一次给孩子们一个不同的信心和改变。祷告，奉主耶稣的名，小孩一起说。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年的夏季学校的影片。那相信大家已经发现，我们的最可爱的小朋友已经来到台前了。虽然这不是所有的小朋友，但是他们一样为大家准备了一首他们要呈现的曲子。小朋友，你们今天要唱什么歌？什么歌？你们要唱什么歌？对，就是我的家荣耀主。好，我的家荣耀主。好。我的家要敬拜主。
好，各位爸爸妈妈，你们给你们10秒钟的时间拍照。好，可爱的小朋友，耶！好，我们小朋友这边请，小朋友这边请，来，小朋友走，跟着，往前走，往前走。对，好，好棒，好，你们好棒哦。现在呢，我们的小朋友已经呈现完了，我们先等他退场。好。我们的小朋友呈现完毕之后呢，就是我们这次下去学校的老师，他们也有一个呈现，要在我们的教会里面让大家去看到他们的努力和付出。我们这个时候由营长再介绍一下，再说明一下。好，小朋友呈现完了，现在就是换我们这群辛苦的老师来呈现啦。老师就位。Such a new world, the lost will be found. The freedom we live is one we cry out and carry the cross. You died and rose again, my God. I'll only ever give my all. You sent a son from heaven to earth to live us all. It's eternally hell. I search for truth, and all I found is you, my God. I'll only ever give my all. Jesus, when I live for your name, will never be ashamed of you. I praise and all we are today. Take it all, take it all. You sent a son from heaven to earth, delivered us all. It's eternally hurt. I searched for truth, and all I found is you. My God, I'll only ever give my all. Jesus, we're living for your name. We'll never be ashamed of you. I praise you, know we are today. Take it all, take it all. Running to the world as heroes of light, following the shining light. In your hands the power to save the world, my life. Running to the world as heroes of light, following the shining light. In your hands the power to save the world, my life. Jesus, we're living for your name. We'll never be ashamed of you. I praise and know we are today. Take it all, take it all. Jesus, we're living for your name. We'll never be ashamed of you. I praise and know we are today. Take it all, take it all. Jesus, we're living for your name. We'll never be ashamed of you. I praise and know we are today. Take it all, take it all, take it all. 谢谢各位下去学校的老师，你们辛苦了。好，拄只我的报告拢报告遮，牧师有补充报告无？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直接来做介绍以及补充报告。大先要来介绍有几位对嘉密山教会、嘉密山教会来的兄弟姊妹
是两对夫妇，第一对是林俊雄夫妇以及罗子丹夫妇，伊来到咱的中间。好，请坐。敢有一对尔吗？哦，是分开写啦，吼。好，来一只来报告讲，头过咱看到第8页后主日的即个消息的报告，咱看去讲咱的关怀部真体贴，后礼拜日1点7:5有即个办即个讲题或者关怀探访的即个机卡，是邀请即个潘美惠的即个牧师。因为过去中会的教育部有规定讲，在任的中职一定爱参加中会所举办的即个在职训练，就是中职训练。总是咱的关怀部长体贴一抓路走去到承德嘛真侪人所以伊就邀请即个潘美惠牧师来到一只专讲所以一只邀请讲，咱不管有在职无在职的中职，拢做伙是后礼拜下晡1点的时阵做伙来听，做伙来听。好，头过咱嘛有看去咱下几学校，咱的小朋友以及咱的青年的即个成果的发表，大家刚刚因安那表现了安那，真好对无？咱常常讲一句话吼，咱会讲青年甲儿童是教会未来嘛，对无？未来敢到袂，离未来都足久嘛，对无？教会要有未来，爱把握现在啦。安听我的意思无？教会要有未来，爱把握现在啦。所以咱得对今嘛就开始关心咱的青少年，咱的儿童，是教会信仰的即个发展。对今嘛开始，就邀请咱的青少年来参加咱的青少年团契。若是少年的夫妇，就来参加即个小家的即个小组。我要讲的是，若是无把握现在就开始接受即个教会生活、信仰的锻炼，我要讲的是无未来。因为咱拢讲未来，总是未来还未到，未来都有一段时间。毋茫咱真正是把握现在，对即时就开始关心起，对即时就开始来做起，一只做补充的报告。还阁一项要来补充报告，咱教会真久以来，咱提早拢11点15分、10分，咱就结束，咱就早早去到6楼。所以经过阮中职会大家伫讨论，邀请阮兄弟嘛，甲阮的兄弟大家来报告一下。以后阮11点半才要起哩。伫遮4楼要创啥？大家请安关怀。若无你捧一碗饭，你讲关怀食饭就一直顾食饭，都要讲啥呢？关怀迄个限度都有限定，所以请咱11点半由阮伫遮要起哩，我会讲请上楼，咱才去行动，好无？好，感谢配合。咱即时要来上映第396首《搭马线会求主赐福》。请咱大家起立来吟全首。搭马线会求主赐福，好阮心中常快乐。大家今年亲爱互助，欢喜阮对主脚步，对主脚步，对
做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信心的相通引带，帮助阮，来生互天国，就是福音的信息来改变，互阮的生命得到成长。也愿信心帮助阮，跟对主耶稣基督的脚步，互主耶稣成做阮的主。也愿主你帮助阮，常常正诚的生活、圣洁，坐伫面头前，对即时直到永世来无尽。阿门。电价袂倒。
这时我要来主持平安礼，要创啥？伫咱的当中，今仔有来新来的朋友，俊雄夫妇，搁咱头前有2位是咱校企学校小朋友的家长坐在这边，搁甲来遐有建良对美国回来，咱有看见无？咱搁较后壁遮振兴大哥坐伫遐，咱有要安慰伊无？咱借这机会，咱请安，咱请大家起立，咱来讲先来讲一句，伊就对遮个人行过去，甲伊请安。